紹呢條啦，由 LEGO 砌嘅海姆變身呢，咁就係咁斬落嚟嘅。而家就試啦，呢個螺絲咧，即係咁樣啦，細版嘅熟嘅碎嘅。首先我哋就要掹開呢個鎖頭，然後擺落去就撳，然後斬啦。有時把刀會斷嘅，嗱斬咗啦，然後斬3下就會發動必殺技，1、2、3，必殺技啦，就係咁啦。我有4個螺絲嘅示範嘅，第一個呢個。好，第二個咧，呢個啦，首先都係咁啦，掹開呢個鎖頭，擺撳啦，然後斬啊，斬咗啦，然後斬3下，1、2、3啦，必殺技啊！有3個啦，呢個都係咁一樣，掹開個鎖頭，掹開咗啦，然後擺入去啦，呢個要撳個鎖頭嘅，有時真係唔夠力嘅，然後斬開佢，就咁啦，再斬3、1、2、3，斬咗3下就必殺嘅，就咁啦。因為把刀甩咗嘅件，所以就乖乖咁樣啦。我最後一個，仲有呢個又甩咗嘅，仲有一個，仲有一個西瓜，然後開呢個鎖頭先，開咗，擺入去。有時真係唔夠力嘅，咁就得啦。生咗啦，好，跟住咧就冇講，斬佢啦，就係咁啦。然後斬3下，1、2、3就發動必殺技，就係咁啦。香頭中意有呢條，仲有介紹添啊。影相嘅帶拎開先啊，然後把劍啦。把劍咧係自己整嘅，不過拆唔到螺絲，因為咧由於把劍太窄啦，就擺唔到螺絲。由於嗱就係咁啦，把劍攻擊定咗劍啊！嗱會咁樣啦，你可以 scan 戒指嘅，咁就係咁啦。因為咁大家中意呢條片啦。就 like 我啦，如果訂閱咧就得，都可以嘅啫，訂閱嘅。咁就係咁啦，咁時間咁到此為止啦，咁拜拜。